非洲的查德有一个阿姨乐团，在内底成员全部拢是受到性别暴力的女性，因用音乐来写出家己的故事，透过艺术创作，毋但是安慰着家己，也鼓励更较侪女性会当来勇敢展现自信甲力量。 伫非洲国家查德的首都恩贾梅纳的街头，古来妇女当伫台顶唱歌表演，看因的笑容甲充满自信的表情，你应该想袂到，其实因拢是性暴力的受害者。这个名叫做阿姨的乐团成立到今还未一冬，已经引起真侪人的关注。参唱其中一个成员那林家，伊的翁婿一群带5个某，而且一天到晚就是要找借口甲伊拍。我就讲过几个侬个，讲个阿个那咩？ ba tete jim ko premi ko an gon kas no kad mom jinnang ba 那林家决定要离婚，即马当在甲伊的翁婿拍官司，争取囡仔的监护权。其实，这个阿姨乐团的每一个成员，拢有受到暴力伤害、甲折磨的伤心往事。但是，你参加乐团了后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嘛借着音乐的力量来替家己疗伤。Antes ni ada gutun mudu keme to ba sanje halam ada nyani mamanga keme ni. 马个多个卡的，妈妈我们讲那么个卡的，唔快卡的，唔不接卡的。阿姨乐团甲因个人的故事、甲痛苦的经验写入歌词内面。参像因发表的第一张专辑内面，有一条歌叫做《家庭主妇》，就是伫质疑查德社会的传统观念，互查某人伫家庭内面受到真侪限制、甲无公平的对待。 阿姨乐团的成员为过去的性别暴力的受害者，转变做女性权利的倡议者，互真侪人拢感觉真感动。Des personnes qui ne se présentent plus comme des victimes, mais plutôt comme des modèles des personnes qui ont su transgresser les barrières de la violence. 阿姨乐团的歌，毋但是歌词真有力量，因的音乐嘛结合传统的打击乐器，甲新的电子乐器，风格真特殊。因拍算要伫非洲各地巡回表演，鼓励更较侪非洲的女性勇敢站出来，大家手牵手，斗阵甲属于女性的力量吹转来。记者甘延年编译。